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冠老师。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呢，今日呢做有氧运动，准备踏并，双手前后摆动，肩膀放轻松，保持自然的呼吸。第一招动作，后勾脚，左脚右脚，小腿往后勾，脚跟靠近你的臀部，有听到吗？很好，继续做。再4次。听一下，右边麻花，勾脚，行3步后勾脚，3步后勾，踢一下后勾脚开始，往后拉时间吸气、吐气。右边麻花，还有2摆，踢一下后勾脚，双手旁边大开，很好。右边麻花，有听到吗？嘿，没懂简单。第3招 V 字步，行2步大开，后推时间靠在一起，前进后退。然后继续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。要滚冇问题，双手加进来，右片右片，双手摆动。还有2摆，踢一下开始，后勾脚。非常好，听一下麻花，还有1摆 V 字步，双手右边加左边。很好，继续做。还有2摆，踢膝照动作，左脚抬2次，右脚抬2次，2次的抬膝，吐气，呼。下准劈后勾脚，右边麻花，非常好，继续麻花，还有2摆 V 字步。
左抬膝2次。注意左脚 Mambo， 新动作，左前左后。Mondo 右抬膝2次，左抬膝，含有一掌，右脚 Mambo， 有听到吗？继续左抬膝2次，右，含有一拜，左脚的 Mambo， 速度加起来，打开胸，吸气，吐气。右抬膝2次，左抬膝，含有一拜，右 Mambo， 速度打开。第一个准备，后勾脚开始，左勾，右勾，麻花步。然后继续做两动作，还有一半 V 字步，双手，左抬膝，右，还有一半左脚 Mambo， 双手上，吸气加吐气。右抬膝，左抬膝，还有一半，右 Mambo， 吸气吐气。后勾脚开始，有听到吗？继续做后勾脚，后勾脚。U 片的麻花，非常好，还有6拜 V 字步，左抬膝2次，右，还有一拜，左脚 Mambo， 双手打开，吸气加吐气。弯右抬膝2次，右 Mambo， 右边踏并，肩膀往后绕圈，右转，左转。双手上下，有听到吗？肩膀右后绕圈，左后绕圈，上下绕圈4次，上下4次，很好。披萨可以是后勾脚，U 片的麻花。V 字步，还有2拜，左抬膝2次，右抬膝，还有1拜，左脚 A Mambo 进来，双手举起来，吸气加吐气。右抬膝2个开始，还有1拜，右 Mambo，
然后前进3步抬膝，1、2、3抬，1、2、3抬，抬好高点位。双手加进来，有听到吗？继续练习，双手前后推，很好，继续加油。踢着动作。后勾脚可以是，麻花，V 字步，左抬膝，右抬膝，左 Mambo， 吸气。右抬膝，左抬膝，右 Mambo， 原地踏并吸气，非常好。颈部的有氧健康操作都了片嘞，最后停下来吸气，吐气，生猛太极卡，记得等一做运动哦。再见。